請點選任何一個你想去嘅地方。東京係一個充滿活力同味。根據行程嘅東京嘅天氣，請大家唔點擊衣櫃裏的衣服，即可收拾到行李箱。點擊行李箱裏的衣服，即可搬離至衣櫃。你需要前往指定。咦？呢度有2個客運大樓，我們應該揀邊一邊呢？請選擇正確嘅客運大樓，然後前往登機站。歡迎嚟到東京，感謝你選擇同我哋一齊飛行。祝閣下旅途愉快。歡迎嚟到貨幣兌換櫃，呢度有唔同。你嘅任務係配對出啱嘅幣值。準備好未啊？咁我哋開始啦。恭喜你成功完成。當當地美食出現，請注意，你將會有時間記熟餐單，請把握時間記住啊。請揀你想遊覽嘅景點啦。上野動物園係一個著名嘅開心嘅時光過得特別快。歡迎嚟到購物環節，點擊購物清單手信清單就可以重溫需要買嘅手信。注意手機電量。
呢趟旅程終於完結啦，而家可以回顧一下旅程，真係想將收集嘅伴手禮同美好嘅回憶同屋企人分享。在今次旅程觀賞了很多名勝，認識了不少當地文化，真期待下次旅行又可以了解更多不同文化。恭喜！因為遊戲表現優異，獲得咗一次抽獎機會，請點擊下一步獲得。呢個旅程好有滿足感啊！獲得咗新嘅賞，希望可以歡迎嚟到環遊世界冒險。